政治啊，甲人民的生活是放袂开的。你无想要处理，伊家己控制，这是时代的悲哀啦。身为一个女儿，她的心情，她那种一直被遗弃的心情是什么？最应该当她靠山那个人为什么不在她身边？所以我想，这个是她一个很大的动力来到台湾。伫法庭甲法官辩论，伊讲伊叛乱，讲伊是革命。你想啥讲啥就好。好。